本剧由借钱像泡面，其实很方便的前站 APP邀您观看。施主，阿弥陀佛呀，悟空啊！我不要你讲了，我等你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公主也许对我不太了解，我这人吧什么都好，就脾气不太好。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。什么？到时候你拿着照妖镜，去照那个白晶晶和春30娘，一照就知道了。我一直说他们是妖怪，你不相信我。葡萄，你去哪儿了？葡萄，哦，葡萄，你告诉我这儿为什么会有妖怪？我求求你快点出来，行不行？你别跟我玩躲猫猫呀！葡萄，你的手是不是让他给吃了？哎，没事啊，出来混呢，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的，没关系，给点时间会长出来的。会长出来。这都行啊。哎呀，别管我的手了，我说点正经的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妖魔界都在蠢蠢欲动，全都在等唐三藏到人间来。唐三藏到人间？那他们去找唐三藏就行了，干嘛来我五岳山啊？因为他会在这里出现呢。那唐三藏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因为500年前孙悟空犯了天条，他师父为了救他一命，用他自己的性命换孙悟空可以转世的一次机会，让这只猴子可以改邪归正。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唐三藏会到这儿？唐三藏为了普度众生，去西天取经，满天神佛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，连玉皇大帝都愿意给孙悟空一个转世的机会，然后让他们师徒可以500年之后再度重逢，继续他们去取经的这个使命。怪不得我长久以来一直做着一个同样的噩梦。什么噩梦？在一片黑漆漆的孤独的环境里面，有好几双一对对的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我看。没错，就是你这种眼神，好几次已经盯得我脸红了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注定我今天撞妖。对呀，就注定你今天要撞妖。那你会告诉我怎么办？哎，接下来就听我的安排，我自有对付妖怪的方法。别怕，靠得住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相信你。过来！我跟你说，把这把桃木剑挂在他们的门外，明天我们就来收妖啊！我不管，快！你比较高，快点，快点！起来了，捉妖了，捉妖了！捉妖不是妖来了，起来！葡萄，我想你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但是，你这个葡萄汁儿流出来了一点，没关系吧？应该。
好了。看来我这个桃木剑是想我了，还回来找我，但是可怜被关在外面进不来。哎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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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有请大将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小啊？什么这么小啊？别看这么小，他非常的凶猛好斗，勇猛非凡，是妖怪的克星啊！这么厉害？那我们赶紧出发呀！可以，走。这儿行吗？可以，啊，就把我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把我的法器放在一边就好了。这法器非常厉害，人碰了没事，妖怪一碰就妖力大减，元气大伤。能信吗你这个？不管了，放这儿了啊。很好。啊，然后你就走吧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有了这串法器，对付那2个妖怪，易如反掌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那走吧。好。主人要戴漂亮的手串，我来给主人拿手串。笨蛋，不准吃我！快走开，走开！谁在说话？谁啊？哎，对了，我是来给主人拿手串的。快把手串还给我！不要走，快还给我！哎呀！你回来了，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！我看你这一脸衰样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失败了。怎么可能失败呢？啊！那些妖怪现在还在我这儿呢，啊，他是不是每天都要吃掉我几个兄弟啊？你多虑了，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你，他们不会吃掉你兄弟的，放心吧。他们不会吃掉我的兄弟，那我岂不是连拿我兄弟挡一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天哪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快点死啊？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善哉，出家人慈悲为怀。看来我还是不忍心对这些妖怪痛下杀手。至于其他的，快闭上你的嘴！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你做什么事都没有靠谱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我还是得自己想办法。要是让那头蠢牛知道我这次无功而返啊，我擎天大圣以后怎么在这个圈里混啊？好没面子啊！关键是啊，抓那唐僧的事不就泡汤了吗？哎，这又酒又肉的，有什么喜事啊？大圣，您可不知道，我们大王这2天又哭又笑的，而且还时常念着您大圣的名字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让我们多买一些酒肉，您帮我们劝劝他呗。是，你就帮我们劝劝他呗。好了，这个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等会儿，过来。好了，走吧，快走，去吧，走，这不走吧，你快点，走吧。
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，牛哥哥？贤弟啊，祝贺我恢复单身吧！贤弟啊，哎呀，多亏了你的一片苦心，那个黄脸婆才会那么爽快的离开我呀！大哥能借我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，你请点。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昨天的昨天，你送我水晶之恋；明天的明天，你就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祝你分手快乐。想不到那个汉服还挺有文采的。哎呀，恭喜牛哥哥呀！牛恢复积雷山第一钻石毛老五的身份呢。那好，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去抓唐僧吧。走。贤弟呀，唐僧早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这个我觉得，如今啊，好事当头，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，好让天下人都知道你齐天大圣不光是齐天大圣，还是分手大师啊！小子们，操办起来啊！是的。哎，对了，贤弟啊，你要给我看什么？不是，给我看一不是，没有，不是。有出路，哎，你别看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不要啊。既然我们的感情走到尽头，还不如放手。贤弟呀，你这是写给谁的？哎，露水红颜，值得一提呀。既然贤弟也摆脱了麻烦，那更应该得庆祝啦，是不是？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青霞仙子，怎么哪都是你的杂货铺啊？因为我的杂货铺处处有分号嘛。嘿，那为什么我走到哪儿你就在哪儿啊？我这个人啊，天生就能闻到钱的味道，跟着仙子一定有的赚吧。对了，最新鲜的果子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这么好？不过呢，我准备向你收取一些其他的费用。什么费用？我把它叫做心理咨询费，按时辰收费的。呵，可笑。仙子啊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我是唯一知道你秘密又能帮你出主意的人。就知道。对了，仙子，芭蕉镇一行可有收获呀？哎，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呀。上次你给的是假消息，那个什么铁扇的什么方法都是鬼扯，这钱跟你无缘了。假消息？对呀。大意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蜈蚣杂货铺呢，无功不受禄，童叟无欺，信用第一。既然上次没帮到你，这次就算你免费吧。说说你下面的想法吧。我想死。死？大惊小怪。你看啊，现在我跟紫霞都共用的是紫霞的肉身吧？一旦这具肉身死了，那搞不好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会跑到我青霞的肉身里。那么到时候我就不用再做夜行侠，白天也可以出来造了。听起来很有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不过好像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啊。你看，如果你的肉身受损，不管是你的还是紫霞的，如果肉身受损，那就不完整了吗？比如说，我一剑戳死你，那你身上就会有个洞洞，很难看的。再者，你跌落悬崖，摔个稀巴烂，很惨的，要么就溺水而亡，也会浮肿的。再者就是火烧，等于火化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。给我一点时间。
有一种妖怪呢，专靠吸人的魂魄来修炼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。吸人魂魄的妖怪，我倒是认识一个。这个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恭喜恭喜！但是呢，有个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呀，这个关于绑架唐僧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事不宜迟了。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，我们不要提和尚来喝酒啊！是，但是大哥，这个事情我们要从长计。好吧，那就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！大哥，那这杯酒喝完了啊，我觉得绑架唐僧这个事情，我们要从长。贤弟呀，你是不是分手了，内心苦闷的慌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怎么没有？这种事情怎么能瞒得过去呢？大哥，我是过来人，心里总会有些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一点点。当初我跟铁扇离婚的时候啊，心里总不是滋味啊，完全没有看出来。大哥，我是成熟的男人，这点小事你怎么能看出来？哦，厉害，大哥。贤弟啊，这杯酒啊，我要敬你呀，敬你帮我保住了家产，重获自由啊！应该的，做弟弟应该的。来，大哥。好。不过大哥，其实抓唐僧这个事情，贤弟啊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呀。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所以我要把我的亲妹妹牛香香嫁给你呀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亲上加亲，永远不会分开啦。大哥，别开玩笑了，结婚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？关于结婚这个事情，在我的人生理想计划表上并没有排上这个事情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排上不就行了吗？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说排就排吗？这太随意了吧！而且大哥，你别开玩笑了吧？我会耽误令妹的青春的。贤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话的意思就是瞧不上蛇妹喽？我没有这么说呀，你这什么牛逻辑嘛？是这样的，大哥，首先呢，我是个大丈夫。大丈夫壮志未酬，岂能儿女情长啊？所以说，大哥，这件事情弟弟恕难从命啊。那不是没瞧上，就是看上喽。我没有这么说呀。齐天大圣的逻辑果然跟别人不一样啊！好贤弟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妹夫了。哎呀，好妹夫！谁是你妹夫？哎呀，来，好妹夫！我这个谁叫妹夫啊？我不是你妹夫！来，哎，大哥，我没有同意，你不能，我没有不对不归呀，不对不归呀！我不是你妹夫，大哥，哎，干什么呀，大哥？啊，你们今天还没定硬呢？定个妹呀！你赶紧来，喝的好烦人呢你。喝那么多干什么嘛？哎呀，贤弟呀，哎呀，你再多住几日，我这就派人去接妹妹。但是路程遥远，你不要太猴急呀。哎，如果你实在忍不了啊，就自己就自己再忍。忍你个香蕉啊！有你这样的兄弟吗？自己刚刚离婚，干嘛往我火坑里推啊？贤弟，你此言差矣啊！和我妹成亲怎么能是火坑呢？哎呀，没有婚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，有缺失的。我告诉你，哥的人生就不需要完整。我是个浪子，浪子人生就应该喝最烈的酒，养最凶的狗，泡最靓的妞。我堂堂一个混蛋，你给我谈你妹婚姻啊？谈的就是我妹的婚姻吗？贤弟啊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像啊，都是那种特别有魅力的混蛋。我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你有病吧？我就不打扰，早点休息哦。你会后悔的！我说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后悔的。原来现在混蛋这么有市场啊！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喝一个。等明天事宜结束呀，我一定好好摆一桌，好好宴请大家。放心。哎，你干嘛？
老的这么多啊？不过这个造型还蛮酷的嘛。你是谁呀？吓我一跳。哦，我忘了，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这个样子。声音有点熟，但你这样子不重要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找你帮忙。帮忙？黑山老妖帮你？哈哈，臭家伙！这剑我认识，就是这把剑，把我从玉树临风变成了老态龙钟。知道怕了吧？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帮不帮忙。帮！可是我怎么帮你呀？杀了我，谢谢。我真的，你脑子坏掉了。仙子，你确定要我吸你的魂魄吗？没错。可是这样你就死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这是唯一一个既不伤害我肉身，我又能死掉的办法。而且这样你的魂魄就不存在了。我知道，在你的身体里吗？对啊。可是我是谁啊？我还可以从你的身体里跑出来啊。这倒是啊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哎呀，小黑，乖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只不过是帮我完成一个手术罢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拒绝呢？干什么？开玩笑，我们这么熟，我来。来啊，来吧。打我！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印堂是我最敏感的部位，我刚完全是出于本能。你就是想打我！我发誓我没有。哎呀，小黑，你要是别过来！不知道青霞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不太好，所以我的本能反应也会相对比较暴力一点。我保证我不会了。你别骗我，真的不能骗我。好吧，我再来一次。好，哈！你呀，竟然敢动剑！不是说过不能伤害我肉身吗？你找死是不是？仙子，人家怕吗？我吸了你的魂魄，再从我身体里出来。太可怕了！那也不能伤害我肉身，听见没有？哦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还是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手术的话，我就……哦，来了。哎呀！我说你一个妖怪怕什么鬼啊？仙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哪里有错，但我感觉就是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您的魂魄，我真的吸不了。哎妈呀，没时间了。休息一下。如果按照亲疏关系找3个人借钱，你会想到谁？借钱啊？你确定要这么采访我？孙悟空、至尊宝、青霞。青霞、牛魔王、紫霞。师傅、大师兄、二师兄都不会借给我。你觉得谁一定会借钱给你？至尊宝啊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呀。紫霞，如果刘尔猕猴找你借钱，你会借给他吗？不会。当然是钱债，借款还是找钱债，凭借个人信用借款，不求人。借钱上钱债。
废！看来靠妖怪是行不通了。算了。不过，不知道明天我又会出现在哪。希望紫霞这个贱人，不要再给我添乱。哎呦，我说岁爷爷，我求求你了，可别砸了！砸碎10年是小事，要是把我们大王吵醒了，我们大王可是有起床气的，要是把他吵醒，整个积雷山就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心情非常的不爽，要兽性大发，我就看这个10年的不爽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老子要不服气的话，让他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！啊！我这。我怎么可能打你呢？你是我贤弟，贤弟呀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当初玉皇大帝就是这样被你打服的吧？这是我贤弟的家，这是牛府，他想怎么砸就怎么砸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贤弟啊，我这2天做梦啊都会笑醒，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改口叫你妹夫了。贤弟呀，你棍子掉了，继续砸，砸得越碎越好啊！就当锻炼身体啦。哎，走走，跟我走了。砸，你砸！我们大王说你砸吧，砸吧，使劲砸！哎呀，抓唐僧不能再拖了，必须想想办法才行。请问积雷山怎么走啊？积雷山，对，往这边一直走，这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什么鬼地方啊！紫霞这贱人到底在干嘛？2郎神和4大天王，妖怪帮不了我，神仙应该可以吧？2郎神君公干之际，能否帮小女一个忙啊？青霞，紫霞，不，青紫霞。不愧是2郎神君，3眼就能看出我的异样了。你们竟然敢出现在我面前，如今可是我通缉的要犯。是吗？抓或不抓，就要看各位的本事了。不过，不知道2郎神君能否动用仙法，帮我从紫霞的身体里弄出来。神君，青霞和紫霞是如来佛祖的人，一抓不易伤啊。不知仙子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啊？很简单，杀了我。什么？仙子不要开玩笑了。虽然你被通缉，但如果杀了你，我们可是违反天条的。哎，你不知道我这几天都被玩坏了。你们要是不动手的话，我只好自己来了。干什么？我这有一个条件，不要伤我的肉身哦。我要爸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拿出你们法器放马过来，我青霞保证绝不追究。竟然毒蛇类
别咬我，这样我的肉身会被咬肿的。哪个是？哇，你这乐器会损伤我听力的，这样我还怎么听别人夸我漂亮可爱呀？哇，大夫，你脚软哦，不是你先给自己补补。这次真的要补补了。我最讨厌别人跟我同款，我用剑你又用剑是吧？小俊，你的天幕会炸烂我身体的，帮你做个眼保健操吧。哼，你们几个身为神仙，连个能帮我的都没有，是让我太失望了。青霞，我们对你一再忍让，你却不知好歹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叫袭警！大王比告出来，定要你好看。好啊，赶紧的呀，我还等着卢安救我呢。哼，再见。没事吧你们？没事，没事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孙悟空，你死定了！青霞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知道我找你找多苦吗？啊，这个你听我解释啊。少废话！哎呀妈，没时间了。哎呀，青霞呀，那个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我先走了啊。又是你，仙子，你睡在这里不冷吗？哎，我听说啊，最近牛府要大摆宴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。仙子，你这么不开心，看来又失败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又错过了杀他的机会。仙子，就算你脱离了紫霞的肉身，又能如何呀？之前你见到擎天大圣，可曾杀了他？他每次见到我就跑了。对呀，见到你就跑了。倒不如我借助紫霞肉身报这仇再说。没错。我来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睡吗？等一下，你还没有付款呢。哎呀，给你记账了。青霞，紫霞，紫霞还是青霞呀？精神分裂。太可怕了！我这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吗？不行啊，我不能跑啊，跑也不解决问题啊！我得把那只死苍蝇抓住再说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来，记住了，啊？你快过来！好，给你吃个好东西啊！来，准备好，吃没吃？来吃香蕉皮，咬住香蕉皮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！
轰！轰！乖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我看我大王呢！大王！哎呦，大王！你个贤弟，这来到金陵山这几天，可把小子们给害惨了。刚才他还让我们屁股吃香蕉呢。这么厉害啊！大王！是呀是呀，大王，你那个贤弟呀，又粗鲁又不讲究卫生，脾气又怪，难道真的把香香小姐嫁给他？就是。哎呀，你们懂什么？男人就要有点个性才叫男人啊！我不管你们是大户人家还是妖魔鬼怪，欠钱啊就要还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有一个姓孙的在我们店里喝酒闹事儿，说是你们牛府的座上宾，那这事儿啊就得你们管了。喝酒算什么？跑到我们店里白吃白喝，调戏我们老板女儿不说，连老板娘也一起调戏。我们今天必须找他算账。爷爷在此。来，你们来，算呢。贤弟息怒啊！哎，我来搞定。你们说的姓孙的呀，他是我贤弟。不如这样吧，最近我们牛府喜事特别多，我们宴会上的酒席就由2位店家来承办，到时候会有很丰厚的油水可以捞的。是啊，来人呐，招呼好2位店家呀！是大王。快走吧！这你们大王？贤弟呀，你有淘气呀，稍安勿躁，过2天我妹妹就来了。牛魔王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有没有原则？我都这么混蛋了，你还要把你妹妹嫁给我吗？你这叫混蛋吗？你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一个小错误。贤弟啊，跟我去看看宴会上的衣服布。我不去！告诉你，婚会不会结的，不守信用就个烂屁股。我警告你，现在你就跟我去绑架唐僧，听见没有？贤弟呀，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苦心呢？啊？唐僧可以活很久，我妹妹的青春等不了啊！等你跟我妹妹喜结连理之后，我们再去抓唐僧也不迟啊。好，既然你想让你妹妹当寡妇，那我现在就自己老断了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很容易弄伤自己的。哎，贤弟，你怎么了，贤弟？贤弟呀！大哥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贤弟啊！哎呀，擦夜壶啊，贤弟！大哥，其实今天来呢，我是有个秘密要告诉你的。秘密啊？你们有什么秘密呀？哎呀，过来坐下说呀。大哥。哇，贤弟啊，你这个表演很精彩啊，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疼不疼？疼不疼啊？跟我说清楚，教教我。我有时间跟你说呀。说呀。实话告诉你啊，我不是孙悟空。你不是孙悟空？没错，我是6耳猕猴。6耳猕猴。